恒指今個禮拜衝高回落，失守27,000點，而阿里巴巴似乎有跡象顯示將會暴跌，究竟係唔係真嘅呢？Hello， 你好，我係 Ron， 歡迎翻到嚟100% 公開復盤。咁呢條影片第一 part 咧，我會先分享下我自己今個禮拜嘅操作啦。今個禮拜科技股依然都係瞓緊覺嘅，咁但係傳統嘅內銀內險股咧，似乎係表現唔錯嘅。咁所以第一 part 都會分享下我當中嘅操作啦，點樣喺今個禮拜嘅走勢當中去獲得一個唔錯嘅盈利，當中所使用嘅策略係乜嘢呢？而第二 part 嘅部分就會分析下嚟緊港股同美股市況發展同埋板塊嘅分析嘅。港股衝高回落，禮拜五單日跌咗500點，咁嚟緊會唔會有重大嘅調整呢？板塊方面，啱啱都有提過，科技股係瞓緊覺嘅，咁但係一啲傳統股票，再加上嚟緊 part 2我都會分享嘅一個板塊呢，似乎走勢都係唔錯嘅。而個股方面就會分析下阿里巴巴嘅走勢，因為阿里巴巴今個禮拜五呢係做咗一個假突破嘅，咁嚟緊會唔會暴跌呢？咁啊好多網友都擔心呢個問題啦。另外都會分享下騰訊業績之後嘅走勢發展，同埋贛鋒鋰業最新嘅趨勢發展嘅。呢隻股票呢，似乎目前都係醞釀緊下一波嘅走勢。另外後台數據顯示呢，有70%睇過我影片嘅觀眾都係未訂閱呢個頻道嘅。如果你唔想錯過嚟緊港股同美股嘅最新分析，就記得要訂閱呢個頻道，同埋提你記得加入我嘅免費群組啊！喺留言區有個連結，撳入去就可以加入噶啦，入邊會有我最新嘅資訊嘅。好，咁首先 part 1咧就 update 下我最近做咗啲乜嘢操作啦。咁啊，港股咧其實早前係悶市咗好一段時間嘅。咁我見到其實港股喺10月中開始咧，已經係不停喺25,000點至到26,000點呢一個區間入邊咧去上落橫行嘅。咁一直都係走唔出呢個橫行區。咁所以喺10月嘅時候咧，我自己都係比較少操作嘅。咁係直到今個禮拜叫做係港股突破咗呢個橫行趨勢咧，我先至開始重新去做翻啲操作。咁啊，再加上我自己上個月10月都係去咗墨西哥嗰邊去探險啦，同埋去馬雅嗰邊探險，所以真係成個10月我都係比較少操作嘅。咁啊，講聲唔好意思先，因為悶市，再加上我自己都唔喺墨西哥嗰邊，咁所以就比較難去喺 YouTube 呢邊去 update 嘅。咁但係今個禮拜咧，恆指重新入翻一個升勢，咁係叫做升穿咗呢個橫行嘅一個趨勢啦。咁啊，重新有翻啲板塊或者一啲機會上出現嘅，咁所以今個禮拜 YouTube 咧就同大家 update 翻個最新嘅走勢。咁啊，目前嚟講咧，恆指咧已經係升穿咗10月30號呢個頂，亦都係可以視作係橫行趨勢嘅一個浪頂嘅。咁啊，呢個長達1個月嘅橫行趨勢咧，喺今個禮拜一咧就正式升穿咗。咁啊，如果有少少偷步嘅話咧，甚至乎11月6號咧係一個更加早嘅入場位嚟嘅。呢度有少少偷步嘅，因為呢度咧其實已經係升穿咗成條下降軌，成個下降嘅趨勢喺呢度逆轉咗。咁啊，穩陣少少就今個禮拜一啦，11月10號真係升穿埋前浪頂，咁真係叫做一個轉勢出現，係一個比較好嘅位置去入市嘅。咁啊，睇翻右邊係我自己嘅一個群組啦。咁呢個群組入邊咧，喺今個禮拜一嘅時候就講到2318中國平安係出現咗一個技術信號嘅。咁啊，包括係單玉啦，我自己用緊嘅一個技術信號啦，同埋59.1呢個價位咧係升穿咗形態嘅突破點。咁啊，收市亦都係接近全日高位。同時間恆指升穿26,600，同行業亦都展現咗同步趨勢。咁啊，簡單啲嚟講咧，即係中國平安咧，佢嘅板塊上、個股上，甚至乎大市3方面咧，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信號嘅。咁當時嘅價位就係59.1啦，咁啊防守點就係57蚊。咁睇翻2318中國平安咧，當時59.1就即係黃色線呢個價位嘅。咁而呢個位置買完之後咧，亦都係即時就進入咗一段嘅升浪嘅。OK，因為當時恆指啦，或者係一啲傳統嘅股票咧，其實都係出現咗一段升浪嘅。咁啊，中國平安都係其中一隻展現升浪嘅股票。咁你可以見到我買入嘅呢個位置咧，喺買入前咧，其實佢都係經歷咗一段幾大嘅調整嘅。咁啊，包括係8月中去到11月中，長達2-3個月嘅一個橫行整固啦。咁但係我哋再縮遠啲去睇嘅話咧，其實中國平安係做咗一個好大嘅形態突破嘅。咁啊，講緊係由2022年嘅2月啦，直到今年嘅11月，長達3年半嘅一個整固咧。其實喺今個禮拜係正式突破咗嘅，咁所以中國平安就有機會咧，佢個升勢係可以延續得到。而呢度黃色線亦都係點解我其中一個會買入嘅一個原因啦。
OK，咁啊，而買入之後咧，其實你都可以見到咧，股價係即時進入咗個升浪嘅。咁所以短短2-3日時間咧，已經5-6萬嘅盈利啦。咁啊，再加上板塊方面咧，你會留意得到目前科技股係瞓緊覺啦，因為其實上一浪升勢嘅股票唔一定係下一浪升勢嘅爆升股，因為上一浪升勢強嘅股票唔一定會喺下一波升勢都同樣地係強嘅表現嘅。即係例如上一波升勢講緊半導體股票啊、科網股啊、巴巴啊、華虹半導體呢類股票，相反地喺今波咧，佢哋就休眠緊、瞓緊覺。咁所以每波升勢跑出嘅板塊都有機會唔同嘅，咁呢個叫做一個板塊輪動。咁而最近咧，你都留意得到咧，其實一啲傳統股、內銀內險股等等咧，其實反而係更加有一個增長嘅趨勢出現到嘅。咁啊，除咗啲傳統股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板塊我都留意緊嘅。咁呢個留待喺 Part 2後邊再講啦。咁但係呢隻中國平安咧，佢算係一隻傳統股啦，咁亦都係今波升勢當中一個比較跑得出嘅板塊嚟嘅。咁當然個股方面佢都唔差嘅，因為啱啱都講過啦，即係中國平安係叫做一個突破咗一個長達2-3年嘅一個橫行整固區。咁所以呢啲位置入咧，啱啱好就可以捉到一波即時上升嘅走勢啦。OK， 咁所以個盈利亦都係相當之唔錯嘅。咁嚟緊我都會有一個免費嘅工作坊啦。咁呢個工作坊當中咧，我會去分享一下我點樣揀到類似係中國平安呢一種即買即升嘅股票出嚟嘅。咁你要知道嘅就係今波走勢當中有潛力嘅股票，同上一波走勢已經係唔同咗噶啦。即係上一波走勢當中嗰啲華虹半導體或者巴巴其他科技股等等，喺今次嘅升勢當中係休眠緊嘅。咁所以有潛力嘅股票已經係轉咗新一批噶啦。咁如果你有興趣知道我點樣揀嚟緊有機會爆升有潛力嘅股票，歡迎參加我呢個免費嘅工作坊啦。咁喺留言區嗰度有個連結咧，就可以報名噶啦。一啲比較入肉少少、秘密少少嘅內容咧，我就會喺呢個工作坊當中去同大家分享嘅。費用全免嘅，但係名額有限嘅。咁有興趣喺留言區嗰度有個連結就可以撳入去報名噶啦。好，繼續碌落去睇啦。咁去到禮拜四咧就部署咗另外一隻股票，就係3993洛陽鉬業嘅。咁亦都係出現咗個技術信號啦。17.3嘅時候咧就升穿咗形態突破點，出現埋技術信號嘅。你見到17.3或者黃色線呢度，我去到部署咗嘅。而呢隻股票咧暫時未有一個升勢，亦都未有一個跌勢。咁但係由個走勢上可以見得到咧，其實3993都係比較抗跌少少嘅。因為如果你有留意恒指禮拜五嘅走勢咧，恒指禮拜五係先升而後跌嘅。OK， 一開始係低開，但係盤中係先升嘅，去到下晝就開始跌翻落嚟，呈現一個先升而後跌嘅格局。咁但係呢一隻股票咧，其實佢係先跌而後升嘅。佢去到收市嗰刻都係收喺全日偏高嘅一個位置，縮尾縮咗上去嘅。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呢隻股票禮拜五咧係比大市更加抗跌嘅。咁都係我自己目前係覺得走勢唔錯、比較抗跌嘅一隻股票啦。咁當然啦，我自己個防守位就係16蚊啦。咁但係16蚊咧係我自己個底線啦，即係呢度係20天、30天交界，咁佢唔可以跌穿呢個位嘅。只要佢唔跌穿呢個位，而且表現比較抗跌啲嘅話咧，咁我覺得個走勢都係 OK 嘅。咁當然啦，我將我自己操作講出嚟，絕對唔係想你去跟嘅。因為好老實講，喺你唔了解我操作邏輯嘅情況下，貿然亂咁跟嘅話咧，你自己係有機會做錯操作啦，有機會因為做錯嘢而輸錢嘅。咁所以如果你唔熟悉我操作嘅，歡迎參加我免費嘅工作坊。了解咗邏輯之後，你先可以做啱啲操作，先至可以賺到錢嘅。我嘅目的絕對唔係想你亂咁跟我嘅操作，然後做錯嘢嘅。OK， 咁如果你唔熟悉走勢分析板塊等等呢，咁我免費工作坊嗰度會有教學嘅。咁留言區有個連結，咁歡迎去參加呢個工作坊啦。好，咁接下落嚟第二 part 咧，就嚟睇睇港股同美股嘅大市走向啦。仲有阿里巴巴、騰訊同埋贛鋒鋰業呢3隻股票咧，都會喺稍後嘅位置去分享嘅。咁首先睇睇大市方面咧，美股納指呢邊咧，其實你可以見到近幾個禮拜嘅走勢咧，都係比較震盪少少嘅，大上大落。咁特別係聯儲局咧，最近開始放鷹，令到個市場係更加動盪嘅。今個禮拜四咧，美股係單日大插嘅，納指跌咗500幾點，而去到禮拜五咧，更加係低開嘅。咁但係禮拜五盤中一跌到前浪底嘅位置咧，就跌唔穿，即時係有個支持彈翻上嚟嘅。咁其後咧，亦都係收市收翻高。咁禮拜五最後係做咗個低開而高就啦，
企翻喺50天線之上嘅，咁啊叫做係初步企穩啦。咁而睇翻標普嗰邊咧，其實個走勢都係差不多嘅。咁啊，真係聯儲局放鷹咧，個市場係的確係幾震盪下嘅。咁但係好在嘅就係咧，其實目前嚟講，其實都叫做守得住個50天或者前浪底呢個位置，未算係建立到一個下跌趨勢嘅。OK。咁但係我自己就預計咧，雖然目前係初步企穩啦，但係美股呢啲位置咧都係比較難去做部署嘅，因為第一佢太震盪啦。咁如果用緊嘅策略係本身需要用到止蝕呢個動作嘅話咧，咁呢啲市況就好容易打中你止蝕，好容易震倉嘅。咁所以而家呢啲咁動盪嘅 moment 咧，就唔係方向嘅問題啦，而係佢呢啲波幅好容易令到你震倉，被打中止蝕。更何況目前嚟講咧，佢只係叫做初步企穩咗50天線。咁但係你話係咪建立咗個上升趨勢咧？咁暫時係未嘅。咁所以目前嚟講，我覺得美股呢邊咧係要稍為再等一等嘅。比較安全嘅做法咧，都係等佢上翻10天、20天，甚至乎係升穿呢條下降軌，重新建立翻一個上升趨勢，先至作一個打算會比較好啲。咁而美股睇翻板塊方面咧，目前生物科技股係比較狂啲啲嘅。大家見到成個11月嚟講咧，生物科技股係不跌反升嘅，咁啊基本上同大市係調翻轉咁行啦。咁所以美股嘅生物科技股咧，暫時都係比較抗跌同埋強勢少少嘅。而能源股咧，亦都係一個逆市反升嘅板塊。咁啊，目前嚟講咧，雖然成個大框架嚟講都仲係一個盤整狀態，但係最起碼就11月嘅表現嚟講咧，佢係幾強嘅，係逆住個跌市去升嘅。咁但係反觀翻科技板塊咧，就相對比較弱勢啦。咁啊，科技板塊基本上就係今一浪嘅跌勢當中比較跌幅嚴重嘅一個板塊嚟嘅，咁亦都係跟住大市一齊去跌啦。咁啊，最起碼喺今波嘅走勢或者嚟緊呢波走勢當中咧，未必會係資金熱炒嘅一個板塊嚟嘅。咁仲有其他一啲板塊，如果你有興趣睇睇佢嘅行業趨勢嘅話咧，都可以用富途牛我一啲功能啦，就係可以睇晒唔同嘅板塊所代表嘅指數，睇到嗰個板塊大概嘅走勢係點嘅。咁順帶一提啦，富途牛我都係一個對新手好友善啦，亦都係功能十分齊全、資產類別十分齊全嘅一個交易軟件嚟嘅。而家經我嘅優惠碼 RONNOW 去到開戶嘅話咧，仲會有1800蚊嘅回贈嘅。咁啊，有興趣咧，可以喺留言區見到有個連結咧，撳入去睇睇開戶嘅詳情啦。好，咁講完美股，當然就睇睇港股啦。咁啊，睇翻恒指呢邊咧，其實今個禮拜都係一個衝高而回落嘅格局㗎。咁啊，今個禮拜頭4日咧，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表現，都係連升4日嘅。咁但係去到禮拜5咧，就急跌咗500點嘅。咁啊，你見到夜期方面咧，甚至乎仲已經係 test 埋10天線添㗎啦。咁我自己覺得咧，今波嘅走勢咧，其實都係一個正常嘅回調。首先禮拜5調整嘅時候咧，其實個成交量唔算話特別大嘅，都係講緊2300幾億啫。咁啊，唔算細啦，咁但係絕對就唔係一個異常嘅成交量。咁所以我覺得禮拜5呢一下嘅回調咧，純粹係一個調整啦。咁啊，其次就係如果睇翻股票表現或者一啲板塊表現方面咧，傳統股、一啲內銀內險股，甚至乎金屬或者一啲礦石嘅股票咧，其實都係升得唔錯嘅。咁所以目前港股咧，我覺得唔係話特別差嘅一個市況，只不過爆升嘅一啲板塊或者股票咧，同上一波唔同咗。上一波係講緊一啲科技股，無論係半導體股定係科網股都好，例如華虹半導體、巴巴、騰訊等等，全部都升得好唔錯。但係今次呢一波嘅升勢咧，你好明顯見得到科技股係冬眠緊嘅，取而代之嘅係一啲傳統股同埋一啲礦石金屬股開始慢慢跑出嚟。而睇翻科指方面咧，你亦都見到科指嘅表現咧，好明顯比恒指係更加弱勢嘅，即係科指一直都係貼住個底嚟行嘅，其實係不停咁試緊個底嘅。咁啊，包括17號啦、11月嘅5號啦，仲有今個禮拜5咧，其實都係試緊5700至5800呢個水平嘅。咁啊，貼住個底，貼住100天線嚟行。咁啊，好明顯地咧，佢係試緊個底嘅。但係反觀恒指咧，係試緊個高位嘅喎，即係恒指今個禮拜。你可以見到禮拜4咧，最高係上到27,188點嘅，即係大概27,200啦。而呢個位咧係逼近新高位嘅，OK， 逼近上一浪個頂，亦都係新高位。咁啊，恒指就試緊個頂，科指就試緊個底。咁好明顯地咧，科技板塊絕對係今波比較弱勢啲嘅板塊。咁所以我覺得港股目前咧，你係要慎選板塊嘅，要識得揀板塊去炒啦，就唔好諗住拿住上一波爆升嗰啲股票，今波可以繼續升。咁呢個諗法暫時嚟講咧就不成立嘅。
如果拿住上一波升勢嗰啲股票，諗住今波會升嘅話呢，咁其實係會跑輸大市，甚至乎有機會係輸錢蝕錢嘅。因為每一波跑出嘅股票其實都唔同，每一波市場熱炒嘅股票都唔同嘅。咁當然嚟緊嗰一波會炒啲咩板塊，炒咩股票，點樣揀股嘅邏輯，咁呢個喺工作坊嗰邊講多少少啦。但係最起碼你有個 concept 就係每一波升嘅股票都唔同。咁啊，詳細喺工作坊嗰邊會講多少少點樣揀嚟緊會爆升嘅股票同埋板塊啦。有興趣咧喺留言區嗰度可以去報名啦。咁啊，費用全免嘅，但係我唔知而家仲有冇位啦。你撳入去條 link，如果仲可以報到嘅話咧，咁就即係仲有位嘅。咁啊，講開板塊，咁啊順便講埋巴巴啦。咁啊，巴巴咧其實目前嚟講咧都係試緊個底嘅。咁啊，如果你係學生朋友嘅話咧，你會知道目前巴巴咧係行緊一個反向收縮形態。你可以見到咧，自從10月頭調整以嚟咧，巴巴係3次去試緊153蚊嘅。咁啊，包括係17號啦，10月17號啊，同埋11月5號啦。仲有今個禮拜4、13號3次咧，都係大概153至54蚊呢啲位咧，去試緊個低位。咁啊，試咗3次噶啦。咁特別係今個禮拜4同5咧，仲要做咗個假突破嘅。咁啊，你可以見到今個禮拜4咧，其實係一大棍抽咗上去啦。咁啊，嘗試升穿20天線同30天線嘅。咁但係好遺憾地升唔穿啦。然後去到禮拜5咧，係即時低開低就跌翻落嚟嘅。咁啊，呢度係一個好完美嘅。想升上去破局，但係破唔到嘅一個格局嚟嘅。咁啊，目前嚟講咧，其實今個禮拜個走勢都幾差下嘅。咁而睇翻週線方面咧，你要知道今個禮拜咧，巴巴係跌嘅，即係恆指咧雖然就禮拜5跌咗500點，但係 overall 成個禮拜嚟講咧，恆指其實都係升咗少少嘅。恆指睇翻今個禮拜，成個禮拜係升咗300零點左右。咁但係你睇翻巴巴咧，係一個升市當中跌嘅，即係今個禮拜巴巴跌咗3% 嘅，咁所以呢個逆市跌嘅行為咧，亦都代表巴巴最起碼目前嚟講係跑輸大市嘅。咁目前嚟講呢，一個比較關鍵嘅位置就係153蚊啊，咁啊呢個就係啱啱所講咧，巴巴3次去試底嘅一個位置嚟嘅。咁啊153蚊，假如真係跌穿咗嘅話咧，就有機會再落到去143蚊。咁啊153蚊點解咁重要咧？因為佢除咗係3次去試呢個低位之外咧，亦都係0.5嘅一個位置嚟嘅。咁所以0.5呢個位置一旦係跌穿咗咧，咁就真係一個重大調整啦。咁啊一落咧，有機會再落多10蚊，去到0.618嘅位置。咁啊講緊係亦都同時間係9月11至12號呢一個裂口位嚟嘅。OK， 咁啊如果跌穿153咧，就有機會去補翻呢個裂口位，落到0.618。咁所以假如真係跌穿153蚊嘅話咧，就有機會真係去到140頭嗰啲位啦。OK， 咁當然呢個係講緊一個中短線嘅角度嚟睇啦，即係如果你講長線角度嚟講，呢間公司嘅長遠價值或者 AI 方面嘅競爭優勢，我覺得都係有嘅，冇消失到嘅。只不過以一個中短線嘅角度嚟睇，巴巴就唔係今波走勢當中熱炒嘅一啲股票。不過目前嚟講呢，就算巴巴再跌多10零蚊都好啦，我覺得都係一個調整嚟嘅。咁啊，會唔會有機會有轉勢出現呢？呢個就要睇25號啦，咁啊即係今個月嘅月尾11月25號，因為到時會係財報嘅一個日子啦。咁啊，巴巴以自家 AI 模型 QWEN 去研發嘅一個千問嘅 app 咧，咁啊係直接對標 ChatGPT 嘅，會唔會出現轉勢咧？就要睇月尾呢個財報啦。咁啊，月尾巴巴出完財報之後咧，我都會同大家 update 下最新嘅走勢嘅。咁啊，大家可以入定我嘅私人群組先啦。咁如果 YouTube 有最新嘅分析咧，我都會喺個私人群組入邊去通知大家嘅。記得撳留言區嗰條 link 加入咗我私人群組先。下一隻想分享嘅股票咧就係騰訊啦。咁啊，騰訊咧今個禮拜就出咗業績啦。咁出完業績之後咧，都係一個下跌，而且係先升而後跌嘅一個格局。咁啊，騰訊第三季嘅利潤咧係超預期嘅，按年升18%。咁啊，雖然係受制於 AI 芯片嘅供應限制啦，所以騰訊嗰邊係下調咗全年資本嘅開支嘅。咁但係其實都唔係好影響佢哋自己嘅一個 AI 戰略。咁但係睇返市場嘅反應方面呢，喺出咗業績之後，反而係一個先升而後跌嘅格局。咁啊呢樣嘢呢，當然有唔同嘅因素啦。咁啊包括大市禮拜5係回調啦，再加上特別係科技板塊亦都係回調嘅。咁所以板塊或者大市方面呢，其實都係有影響嘅。騰訊整體走勢呢，我就覺得係好過巴巴，但係
未到一個程度係我會去買入嘅。咁所以我會覺得騰訊暫時嚟講唔算話特別嚴重啦。咁主要都係受制於板塊或者大市方面。咁但係騰訊同時間亦都係行緊一個上落嘅趨勢，未 ready 好即刻向上嘅。所以我覺得騰訊可能要俾多少少時間佢，因為你可以見到騰訊呢，其實就橫行咗1個月有多噶啦。咁由10月頭開始呢，已經係一個上落橫行嘅走勢。咁但係佢同巴巴有唔同嘅一樣嘢就係，巴巴呢其實係不停咁試緊個低位嘅，啱啱都有提過啦。咁但係騰訊呢，其實都係 keep 住一個向內收縮嘅一個整固。佢嘅跌幅呢，其實係一浪砸過一浪嘅，佢就唔係好似巴巴咁樣去試緊個低位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騰訊係比巴巴更加硬淨。咁但係目前嚟講咧，都仲係需要等騰訊去有一個趨勢上嘅變化，或者叫做一個轉勢出現嘅。咁我諗比較關鍵嘅位置咧，就係664蚊啦。咁呢度咧會係一個關鍵位置啦，因為呢度係10月30號同埋11月11號兩次都冇辦法升穿嘅一個區間嚟嘅。如果騰訊突破呢個價位嘅話咧，我相信係有機會引發一個嘅上升趨勢。咁但係前提係騰訊要升得穿呢個價位先。如果升唔穿嘅話咧，咁再加上科技股呢個板塊如果 keep 住都係冇力嘅話呢，咁就另當別論啦。咁所以騰訊目前嘅走勢係好過巴巴，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到一個程度會即刻入呢？咁我覺得就未必啦。最起碼等佢上翻664，企穩喺呢個價位之上，咁先再去考慮啦。咁所以呢個會係一個比較重要啲嘅區間啦。咁而第3隻想同大家分享嘅重點股票呢，就係贛鋒鋰業。咁呢隻股票呢，喺禮拜4嘅時候呢，係單日升咗12%。雖然禮拜5呢係小幅回落咗3-4%啦，咁但係其實都係升多回少嘅。咁而且成個形態呢，都係一個整固向上突破嘅一個形態。咁係啲好典型嘅強勢股，然後向上突破嘅一個走勢發展啦。咁再加上呢個行業貴金屬或者礦石呢啲股票呢，其實整體表現都係唔錯嘅。例如啱啱前面 Part 1提過嘅洛陽鉬業呢，咁呢隻股票呢，其實佢都係禮拜5同恒指調翻轉嚟行，都係比較狂跌啲嘅。咁仲有1258、358等等，你可以見到好多貴金屬礦石股呢，其實相對嚟講係比較抗跌少少嘅。咁所以呢個板塊雖然而家未正式爆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目前嚟講呢，佢哋係有潛力嘅。大市跌嘅時候，佢哋唔係好跌，相反，如果大市真係開始見底回升、調整完嘅話呢，咁其實有機會呢個板塊就會炮出㗎啦。咁而1772咧，作為行業入邊一個比較強勢，亦都係一個比較領導嘅一個走勢嘅話咧，咁個禮拜4咧，其實佢已經係突破咗一個叫做前浪頂或者叫做一個突破點㗎啦。咁當然，如果你唔知道咩叫突破點嘅話，咩叫形態嘅話，咁你可以參加翻我嘅免費工作坊，嗰度會教多少少有乜嘢爆升股嘅形態。點樣知道一隻股票即將爆升等等，有興趣去留言區嗰度揾個連結可以報名啦。咁但係贛鋒鋰業嚟講呢，其實佢呢度係一個叫做跌幅收窄嘅形態啦。咁而禮拜4嘅時候，亦都係升穿咗個突破點嘅。OK，咁禮拜5小幅回落，咁但係我覺得都 OK 嘅，因為禮拜5個回調幅度呢係微乎其微嘅。而下邊一個比較重要嘅支持位呢，就會係51蚊啦。51蚊呢，一嚟係呢一浪嘅浪底啦，其次亦都係10天線對落嘅一個位置嚟嘅。再加上呢，假如佢真係回調又好，或者冇回調都好啦，其實過幾日20天線就會追翻上嚟噶啦。咁幾日後呢，20天線大概都係51蚊呢啲位嘅。咁所以51蚊呢係幾個支持位交匯嘅一個地方嚟嘅。咁亦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啲嘅防守位啦。咁只要唔跌穿呢個位嘅話呢，佢嘅走勢都會係 OK 嘅。咁目前港股咧，其實就唔係冇嘢炒，亦都唔係冇股票性嘅。其實有唔少嘅股票都係表現幾好嘅。咁但係如果你錯過咗嘅話咧，可能你係未識得揀板塊，又或者你選股方面嘅功力未夠。咁所以嚟緊真係建議你參加翻我嘅工作坊啦，嗰邊會由零開始去講點樣揀一隻股票，點樣揀板塊，點樣睇走勢，點樣睇趨勢等等。點樣揀到一啲爆升嘅股票出嚟？去留言區嗰度就可以報名㗎啦。費用全面嘅，希望到時見到大家啦。今條影片嘅內容咧都到呢度為止啦，希望對大家有幫助啦。咁我哋下條影片再見啦，拜拜。